千百年来，街頭市井流传着一个传说，无论你有什么需求，只要你能够找到第8号当铺，你都能如愿以偿。重生！快！快！再快！终于找到第8号当铺的消息了，只要能找到，就一定能救重生。重生的病，全国最有名的大夫都没有办法，万一又是骗子，该怎么办？不可能，不可能！要是骗子，陈氏早就灭亡了。我听说是10年前。传说第8号当铺能够通天地鬼神，只要付得起代價，便能擁有一切。我陈氏願意典當一切，請您出手。3天之前，我陈氏项目工程碰到一個破廟，把它拆除以後，噩耗不斷吶。從那時開始，我陳氏災禍不斷，陸續有人像是得了異象一樣，先是瘋癲，緊接着病倒，最後死亡，霉運不斷，卻查不出任何原因。廟宇鎮壓的是地氣，你陳氏毀了廟宇，導致地氣洩漏，沾染因果，你陳氏必將災禍不斷，陳氏之女將一生坎坷，而男丁則是無人能活過40歲。傳說只要找到第8號當鋪，所有的願望都能夠實現。我願意付出我的一切代價，求你幫我陳氏逆天改命。江州4大豪門，恭請第8號當鋪之主雲小姐。老爺到了，這到底是真是假？是真是假，馬上就知道了。你們在車上待着，我去請人。中州江氏願付出一切代價，懇請第8號當鋪之主出手。江氏可是中州頂級豪門吶。你們來的還不是時候，我與陳氏之約還有3日到期，3日後第8號當鋪才能夠重新開張接客。果然傳言非虛，這第8號當鋪確實有神力。3日，我就等他3日。都快死了，還對這個狐狸精念念不忘，就把你迷得神魂顛倒。畫卷上的小姐又來了，還是跟以前一樣，要我陳氏一半家產。哼，這個時候他還敢來，這個狐狸精真是貪得無厭。沾染因果，罪孽難消，這份因果不是你陳氏能夠承受得起，需以身外之物做底，需你陳令山10年陽壽，外加10年期間陳氏的一半家產典當，方才能替你陳氏除災解難。別說是10年陽壽，只要是我陳家恢復正常，就是要我這條命又何妨？皇皇天威，尊無敕令，契約立，典當成，天門現。天道法則已成，你切記，若違背此事，你陳氏將萬劫不復。每年時候到了，我自會去取你陳氏一半家產。陳氏必當遵從。也不枉你一番付出，
再有3日，你陈氏便能重获新生。云小姐，请。还真是一张祸国殃民的脸，怪不得老头子会那麼喜歡你，每次你來都不讓我見你。距離10年期滿還有最後3日，我要的東西準備好了嗎？都準備好了，就在……慢着，誰讓你去拿了？奶奶，這是爺爺吩咐的。我還沒嚥氣兒，陳氏還輪不到你說話。哼！你拿了我陳氏10年家產，現在他就快走了，還放不下你？放不下？老頭子昏迷前嘴裡還念叨着不讓我們動你的畫像，你說呢？10年時間太長，還請您出手，庇佑我陳家，不然我擔心他們撐不下去啊！地氣洩漏，因果滔天，尋常之物根本難以抵擋。將此畫掛在家中，可保你家人無恙。這幅畫的確不該動，因為這是他苦苦向我求來的。一旦動了這幅畫，不僅他會出事，整個陳家也會跟着遭劫。整個陳家也會跟着遭劫。求來的，哼！你還真是個狐妹子！我陳氏輪得着你這狐妹子的畫像來保護？你算什麼東西？不讓動，偏要動給你看看！哼！奶奶，我就撕了，能怎麼樣？天作孽，猶可活；自作孽，不可活。我陳氏不還好好的？你用這招來嚇唬我，你還嫩了點兒。來了。真是完了！爺爺，老頭子，爺爺，你怎麼了？爺爺，爺爺走了。怎麼會這樣？難道真跟這個狐妹子說的這幅畫動不得？奶奶，您的頭髮，頭髮怎麼了？云小姐，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陳令山為保你陳氏一脈，向我求來的畫像，可保陳氏不受地氣的影響。如今他把畫給撕了，你說結果會如何？那該怎麼挽回？自作孽，無可救藥。眼下距離你陳氏10年期滿還有3日，這3日只要你陳氏本本分分，方可平安度過4季，也不枉費你爺爺的一番犧牲。云小姐，我先讓人帶你去休息，等處理完這些事情再去拜訪你。管家，少爺，好生伺候。爺爺吩咐過，務必滿足云小姐的一切需求。這景軒齋桃花酥、綠豆餅、桂花糕，都是當年皇家御廚的後人親手做的，每一塊都價值連城。您嘗嘗合不合您的胃口？這味道倒是比當年在宮廷時差了許多。宮廷？難道云小姐是那個時代的人？不可能，那個時候的人根本不可能活到現在。更何況云小姐看起來不過20多歲而已。端茶來。管家，你是聋子嗎？我的燕窩粥呢？少爺讓我招待貴客，不能有事。您的燕窩粥還得再等一會兒。貴客？我
我倒要看看，什麼貴客這麼尊貴？難不成比江州4大豪門家主還尊貴？這不是爺爺房裡畫上的那個女人嗎？是。居然這麼年輕！这茶，這不是爺爺尊貴的母獸大紅袍嗎？不是不足2兩的嗎？居然拿來招待他，他算什麼東西？少爺交代我，一定要拿最好的東西招待云小姐。最好的東西？他憑什麼？爺爺珍貴的跟寶貝一樣，平時看都不讓我看一眼，居然讓他喝。小姐，你要幹嘛？這麼尊貴的客人，我陈氏之人也應該來敬杯茶。陈氏之女陈蓉蓉給云小姐敬茶，喜歡裝是吧？好，我看你這下怎麼裝。好燙，還愣着幹什麼？趕緊快快快！起来！你個賤人，你对我做了什麼？你個狐妹子，仗着爺爺對你的偏愛，就無法無天了？我看你裝到什麼時候？蓉蓉，你们還愣着幹什麼？趕緊救人！我不會放過你的！起開！哥，他欺負我，你快幫我收拾他！別胡說，肯定是你惹到云小姐了。云小姐怎麼可能故意傷害你？哥，你怎麼胳膊肘向外拐，幫這個小狐狸？現在不是胡鬧的時候，爺爺剛剛走了，爸馬上回來處理這事。爺爺走了，這不可能！蓉蓉，哎，小姐，快去，讓云小姐見笑了。云小姐，我還有一個不情之請。你是想要讓我在你陳氏多留上3日，等到事了之後再離開？云小姐真乃神人也，爺爺付出了這麼多代價，最後3日可不能出現任何差池，還請云小姐助我陳家度過此劫。第3日的時候，爺爺答應的條件，我將如數奉上。奶奶，您先休息。爸，我先去外面招待客人。去吧。媽，你說我陳氏這2天發生的變故跟那個女人有關，她又來索要我陳家一半的家產。要我說，就是他把爺爺克死的。他沒來之前，爺爺好好的，這個狐狸精就是煞星，還想要我陳家財產。可是，這是你爺爺親口答應的。那又怎樣？現在爺爺已經死了，誰能證明？再說了，他的承諾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就是他克死我丈夫的，陳家的東西不能叫他白拿。媽，你的意思是？拿了陳家的錢，就是我陳家的人，克死了令山，就得給令山謝罪。去，把他叫出來，叫他跟你爺爺守夜。是，我這就去。媽，保重您現在的身體，萬一……我現在都這樣了，我還怕什麼？我就不信了，那小三兒能有多大的本事？令山是因他而死的，就得他為令山來贖罪，看誰還來護着這狐狸精。哟，還有閒心在這喝茶呢？上次是你走運，我看這次還有誰能保你？這校服是你自己識相換上，還是我動手給你換？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去，給我按着他。小姐，少爺說有要緊事，讓你趕快過去。哼，算你走運。給他換上，再把人帶進去，聽見沒有？是。愣着幹什麼？去啊！云小姐到。這可是我陳家貴客，各位可要睜大眼睛看清楚了。
穿校服？我明明让人给他换了校服，去落实小三之名，怎么会这样？是柔柔，你刚才说什么？没说什么。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位云小姐地位尊贵，是爷爷走之前钦点的贵客，是我们陈氏的座上宾。云小姐，请。看到我没穿校服，你是不是很意外？刚才怎么回事？我对这位殷小姐生不出任何逆反心理，就像一尊神明一样，让我发自内心崇敬。啊？你看什么？再看把你眼珠子抠了！这个云小姐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不是在江州四大豪门办事，怎么会没见过这个小三？这个狐妹子，我跟她没完。爸，你忘了奶奶交代的事？我现在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我就不信了，小三儿能有多大的本事？令山是因他而死的，他就得给令山赎罪。云小姐，这么多年你受我爸独宠纵容，每年拿着我陈家1半的利润，这么多年算下来也有10几个亿，这于情于理也应该送我爸一程。请吧。10几个亿，听这意思是都给了那小三？夺得他的宠爱纵容，你要我给他行礼，那你陈氏这劫怕是过不去了。陈氏劫难，这说的是什么？是啊，这不是在说小三吗？这怎么还关系到陈氏生死啊？陈氏这10年以来，一直都是一帆風順，穩步青雲啊！少在這妖言惑眾，我陳家這些年對你可沒有半點虧欠。你不願意祭拜我爸也就算了，還在這詆毀我陳家的名譽，你究竟是何居心？毀你陳氏，壞你名聲，陳令山沒跟你說過嗎？爸，爺爺說過。你們都給我記住，他是我們陳氏的恩人，沒有他，就沒有我們陳氏。若他出現，陳氏之人必須聽其差遣，唯命是從。你們都記住了。我陳家這些年，靠的是你爺爺一點點自己努力打拼奮鬥來的。我們陳家靠的是自己，和一個外人沒有一點關係。你不過就是仗着老爺子對你的寵愛，拿了我陳家這麼多財富，讓你拜一拜，不過分吧？你陳令山付出天大的代價，想要保你陳氏逃過此劫，可惜竹籃打水，一場皆空。你陳氏今日在劫難逃，你確定要我拜？那你可要想清楚，我這一拜的代價，你陳氏能不能承受得起？他要真有這麼大的本事，還會當小三？就是仗着自己臉蛋漂亮吧？真是笑話！我還不信雲小姐這一拜，這天還能塌了不成？爸，你忘記了，當時閉嘴！我還活着呢，陳家輪不到你來做主。雲小姐，請吧。這外面的天是不會塌，可你陳氏的天要塌了。我這一拜，可不只是地氣洩露的因果，陳令山的10年陽壽一場皆空，怕是他在地底下知道這個結果，也會死不瞑目。你可想好了？你還在這裡妖言惑眾，真是恬不知恥！還要我說多少遍？請吧。
我點高香，敬神明。我這一拜，無人能受得起。我怎么这么难受？我也有这种感觉，我感觉呼吸不上来了。我怎么感觉胃不舒服？难道陈氏真的担不起这一拜，会危及到我们的后人？你还是不要再拜了。我想起来他是谁了。几个月前，中州顶级豪门江家发出一张照片，重金悬赏照片中人线索，凡是能够提供线索者，将千金千万；凡是能够找到照片中人者，将100亿资产。100亿？这个时候，你胡说八道什么？我没有胡说八道，就是他。不信，你们看照片，还真是一模一样。这照片至少也是民国时期了，怎么可能是他？除非他长生不老。你不会拿一张做旧的照片吓唬我们吧？我要是撒谎，天打雷劈。这么看来，只要把他送给中州的江氏，我陈家就会飞黄腾达的。100亿资金的注入，足以让我陈家并肩4大家族。尹小姐，我陈氏不但死不了，还要多谢你，让我们飞黄腾达呀！爸，还愣着干什么？我们不能让这煮熟的鸭子飞了，还不动手！来人，给我拿下！江涛到！江氏可是4大豪门之一，他真的来了。重生的病越来越严重了，咱们怕是等不了了。不等了，无论付出什麼代價，我都要去陳氏把雲小姐請回來。沒想到陳氏能有幸讓江董親自來弔唁。我來這裡可不是因為你陳氏。哎，江總，我知道你來是為了這個什麼雲小姐，我們正準備把她抓起來帶給您呢。放肆！誰給你的狗膽，敢對雲小姐不敬？雲小姐，我兒垂危，已等不到第3日。江氏斗膽，懇請雲小姐與你重開第8號當鋪，我江氏願付出一切代價，求雲小姐開恩。當鋪？他們在說什麼？剛剛不是說他是小三？這是什麼意思啊？小三可沒有這麼大的牌面，讓江氏來請。蓉蓉，這江氏怎麼回事？難道這狐狸精會看病？爸，無論如何，江氏對這狐妹子感興趣，只要攀上江氏這條線，我們陳氏未來不可限量。而且他每年拿我們陳家那麼多錢，讓他幫這點忙，他不會不幫。可是他剛才說的什麼當票，不太明白。管那麼多做什麼？只要讓他跟江氏走，江氏就欠我們人情，那可是100億啊，爸。好，管不了那麼多了。江總，你有所不知，這雲小姐跟我爺爺關係莫逆，每10年都會拿我們陳家半數家產，只要我們陳家開口，她斷然不敢拒絕，肯定會幫我們的。此話當真？喂，你還沒聽見嗎？你沒聽見江總說的嗎？還愣着幹什麼？還不跟江總走？不知禮數，以下犯上，該打。你幹什麼？你每年拿我們陳家那麼多錢，你但凡有點良心，就應該答應我們陳氏的請求，幫我們這一次。你還不夠資格做這個主。你，他不夠資格，我這個陳家家主夠不夠資格？你也不夠。混賬！老爺子不在了，我就是陳氏的掌權人，你憑什麼說我不夠資格？他們不夠，我這個老太婆夠不夠？他們不夠，我這個老太婆夠不夠？他們不夠，你夠。我還以為我陳氏沒人治得住雲小姐呢。
我與你陳氏約定的日期還有1日之約。若你陳氏今日撕毀當票，那我就可以上第8號當鋪重新營業，自然可以出手幫助江氏救人。只是這代價，你陳氏承受得起嗎？江氏願意出10億現金，不，100億現金買這當票。100億現金？我陳氏10年財富也不過10幾億，這可是100億現金，這不僅能讓我陳氏付出的一切一次性拿回來，還能大賺一筆啊！奶奶，你這狐妹子，說的是天花亂墜，不過是嚇唬人罷了，還真以為我陳氏是被嚇大的。今後就靠江董多多照顧了。自然好说。还愣着干什么？拿来吧。你確定？笑話，不知道哪來的一張當票，還真以為能決定我陳氏的生死。一個狐狸精敢在我陳氏面前作威作福，你看着我陳氏毀不毀得起這張當票。10年前，你陳氏拆毀鎮壓地氣的廟宇，導致地氣洩漏，沾染因果。從那之後，你陳氏就一直災禍不斷。你丈夫用自己的10年陽壽，外加10年間陳氏的1半家產作為典當，保你陳氏平安，更是在天門之下立下此約定。你此刻要撕毀的不僅僅是當票，而是你丈夫辛辛苦苦才得以保全的陳氏一族。說的跟真的一樣，奶奶，要我說，他就是装模作樣。如今我陳氏越做越強，無論投資跟產業鏈營收都在穩步增長。他要是一句話就能讓我陳家家破人亡，那他怎麼能看得上我們家那些財產？奶奶，柔柔，你們忘記爺爺的囑托了嗎？奶奶，你可別相信這狐妹子，爺爺一定是被她蠱惑的，你可不能相信她。你說的對，若是我陳氏能得這100億財富，足以成為江州第5大豪門，這種千載難逢的機會，絕不容許錯過。奶奶，快死！別死！第8號當鋪乃是天地契約，一旦撕毀，將遭天道遺棄，萬劫不復。10年打水一場空，你陳氏必將滅亡。你可想好了？危言聳聽！你說我撕了你的話，我陳氏會出事？哼！現在我陳氏我還好好的，我敢撕你的話，就敢撕這個當票。代價，哼！我倒要看，能讓我陳氏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当票好像落地之後就消失了。不好了，我們祠堂的牌位全倒了！這難道真的是天譴來了？难道說真的有天譴？雲小姐，這到底怎麼回事？我陳氏真的要滅亡啊！爸，你可千萬別被他騙了。我看這就是個小地震，這地震過後，我陳家能發生什麼？陵位應該也是因為地震才掉下去的。對，你說的對，就是這樣。奶奶，你不應該撕的，那是爺爺的心血。你還在替他說話，我就撕了，怎麼着？剛才的地震就是你說的天譴，天譴何在啊？這說明上天不願意懲罰我們陳家，證明上天贊同我陳家的做法。爸，你怎麼了？爸，看到了嗎？天譴來了。天譴？我根本不信什麼天譴，一定是你這個狐狸精耍的什麼下作的手段。你的那個什麼
當票是我撕毀的，即使是有天谴，也该冲着我来呀！我还不是活得好好的？天谴呢？哼，让你所说的那个天谴出来看看呀！哈哈哈哈哈！奶奶！奶奶！死了！这太邪门了！一个好端端的人就这样被雷劈死了。这陈家不会真的要遭天谴了吧？你为什么不听爷爷的嘱托？爷爷的吩咐肯定是有原因的，你为什么不相信啊？怎么会这样？妈就这么走了？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当年我陈家议政，妈都挺过来了，怎么今天突然就被雷给劈死了？不可能，不可能，这一切都不是真的。爸，你头发……头发？我头发怎么了？你头发怎么白了？哥，你快想想办法，我还不想死。袁小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陈氏撕毁当票，眼下报应来了。陈明斗胆，求云小姐救救我奶奶跟我爸，陈氏愿付出任何代价，求求你救救陈氏。晚了，晚了。但凡你奶奶方才稍留一线，都可保你陈氏平安度过此劫。我一再劝阻，她却执意撕毁当票。眼下你们陈氏被天道遺棄，10年前的災禍會在陳氏再度延續，還會有過之而無不及。陳氏好自為之。別死！第8號當鋪乃天地契約，一旦撕毀，將遭天道遺棄，萬劫不復。10年打水，一場皆空，你陳氏終將滅亡。你可想好？奶奶撕毀當票，也就代表着合約結束，這些災厄才會在陳家蔓延，所以奶奶才會出事。接下來就是我們陳氏眾人了。不會的，不可能的，我陳氏絕對不可能有事。巧合，這一定是巧合。爸，你為什麼還執迷不悟啊？你陳氏沾染了地氣的因果，男丁無人能活過40歲，你餘下的壽命還有10日，整個陳氏也會由盛轉衰，爾等好自為之。不要，我不想我爸死，求求你救救陳氏，求求你，雲小姐，求你別放棄陳氏，保佑陳氏。我們陳氏知錯了，再給陳氏一次機會吧。機會被你們自己毀了。我本無意與你們計較，可你們卻一再辱我是你陳氏小三，拿你陳氏錢財，簡直可笑至極。爸，你還愣着幹什麼？還不趕緊給雲小姐磕頭認錯？她在那出手，給你一次機會。你讓我給她一個小三認罪，當場這麼多人，我陳東升不要面子嗎？以後我還怎麼當陳氏的掌權人？爸，你沒聽見雲小姐剛才說的嗎？你只有10年的壽命了。爸，你不能行禮，而他也不能走，你給我站住！這10年來，你拿了我陳家那麼多家產，現在想一走了之了？識相的，你把我爸和我奶奶治好，不然我陳家不會放過你。你陳氏男丁活不過40歲，你當真以為陳氏女眷就沒有任何代價嗎？你對我們陳氏做了什麼？10年前，陳令山不惜用10年陽壽和整個陳家的1半家產，為他的後代逆天改命。可現在因為你們，這一切全都毀了。10年前的因果報應也要來了。什麼狗屁因果？你在胡說八道什麼？你別忘了，這10年你拿了我陳氏半數家產。說的也是，既然當票已毀，那這些東西也該還給你們了。攔住他！別讓他走了！
今天你不把我陈氏恢復成以前的样子，你休想走出这个门！别想拦我，也不看你陈氏算个什么东西。云小姐，江总，夫人电话。重生，重生，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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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快！重生怎么了？重生又在吐黑血了。医生说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重生要是有个3成2死，我也活不下去了。你别着急，先听我说，他们陈家撕毁了契约，出事了。你的意思是说，陈氏遭了报应，陈老太太一夜暴毙，陈东升一夜之间头发花白，是因为陈老太太撕毁了和云小姐的当票？没错，据我了解，陈氏的当票是10年前，程令山用10年寿命和陈氏10年的财富才换来的，如今被撕毁，他们也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遭了报应了。这云小姐确实是有通天彻地的修为，我问她了，她没说治不了，现在只说跟陈氏有约定，但是现在陈氏已经撕毁约定，我们的机会来了。那你还不快把云小姐请回来？你放心，不惜一切代价，我也会把云小姐请回去，重生一定能被治好。好。完了，我们陈氏全完了！你们是疯了吗？忘记爷爷说的话了吗？为什么不听？爷爷这些年的付出全没了，我们怎么办？你说我们怎么办？我真的做错了吗？我做错了什么？妈做错了什么？花了我陈家这么多钱，让她为我陈家做点小事儿，委屈她了吗？她把我陈家害成这样，她才是我陈家的千古罪人。我不信我活不过10天，我也不信我陈氏会滅亡。可是奶奶刚剛已經死在我們面前了。巧合，這一定是巧合。每一年都有雷劈死人的事件發生。至於咱們的靈堂，那很有可能就是工人他疏忽了。爸，你為什麼還是執迷不悟？執迷不悟？我執迷不悟？我陳氏如日中天，怎麼可能因為他3言2語就能讓我陳氏亡呢？我不信。陳令山，你陳氏的命改不了了。你妻子撕毀當票，我們的約定就此作廢。你們聽到什麼聲音沒有？聲音，好像是風聲。不管了，陳氏集團真正讓我看到了雲小姐的實力，只要能請到雲小姐，重生就有救。走。雲小姐，雲小姐，陳氏主動撕毀了當票，就說明結束了回合。那麼第8號當鋪就可以重新營業，我將誓願付出一切代價，請雲小姐出手。請雲小姐出手。第8號當鋪的確可以重新營業，只是第8號當鋪等價交換，這代價你江家承受得起嗎？只要能救我兒，我願承受一切代價。還真是愛子情深。好，那我就陪你走一遭。雲小姐，請。什麼？他願意出手，要我出門去迎接？只要我兒能恢復，別說是出門迎接他，就是給他跪下都可以。你倆隨我出門迎接雲小姐。這雲小姐神力通天，說不定真的能治好你弟弟。在治好你弟弟之前，你們兩個不許得罪雲小姐。這高人水平不知道怎麼樣，架子倒是不小，還得我們親自在門口迎接。聽說爸為此還花了100億現金，我看他就是個騙子。如果他真能救重生，別說親自迎接，他讓我下跪都可以。吹得神乎其神，你弟弟的情況，那麼多專家來看都看不出任何毛病。他能有這種本事，除非他是神仙。閉嘴！雲小姐馬上就要到了。
云小姐来了。我倒要看看这是个什么神棍。恭迎云小姐。好漂亮！我竟然生不出任何亵渎的念头。云小姐，请。乌鴉头上过，天灾必有祸。怪不得你姜氏这么着急跟第8号当铺做交易。烏鴉當頭，黑雲聚頂，你姜氏之子在劫難逃。你胡說八道什麼？我弟他只是生病，他又不是死了。閉嘴！既然你們不信我，那也沒有同第8號當鋪交易的必要。云小姐，云小姐，你要害死你弟弟了！云小姐，我女兒她只是心疼弟弟，她並沒有惡意啊，還望云小姐不要在意。云小姐，求求您救救我兒子吧，他還那麼年輕，他可不能出事啊！云小姐，第8號當鋪，代價等價交換，想要得到什麼，就要付出相對應的代價。這代價，你姜氏承受得起嗎？姜氏願意付出一切代價，求云小姐出手。3日來簡直是度日如年。我兒前幾日突然變得特別嗜睡，一天睡20個小時，醫生也檢查不出來什麼原因來。難道要看着我的兒子這麼下去等死嗎？唉，我兒子的腿已經癱瘓10年了，若是給機會，我求求你們讓給我啊！我不能眼睜睜再看着我兒子這樣下去。我也求求你們讓給我吧。那陳令山怎麼就那麼好命？竟然在10年前，就找到虛無縹緲的第8號當鋪。怎麼會這樣？什麼情況？陳家老太太張秀華被雷給劈死了啊！一場葬禮變得一片狼藉。雲小姐怎麼會這樣？難不成雲小姐和那8號當鋪全是假的？陳氏背信棄義，撕毀了與雲姨之間的當票，才導致天譴。你去哪兒？等等我！你這老狐狸，還沒說雲小姐去哪兒呢？這陳氏後人撕毀了陳令山和第8號當鋪的約定，怕是倒大霉了。陳總，剛才所發生的一切已經讓人封鎖了消息了，絕對不會流傳出去。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陳氏之人是否像他說的那樣，還不快給我滾！醫生，這體檢報告怎麼說？一切正常。我就說那個狐妹子嚇唬人吧。要我說，爺爺、奶奶還有地震的事，都是嚇唬人的。這狐妹子哪有那麼大本事啊？爸，蓉蓉，你們為什麼就不相信我呢？雲小姐的能力不是我們能想象到的，留給我們的時間不多了。哥，這體檢報告你可是看得清清楚楚，你不相信科學，反而相信那個狐妹子，難不成你也被她蠱惑了？爸，閉嘴！有了姜氏資金的注入，這一切都值了。資金轉入的第一時間，我就投資到了能源領域。這幾年，我們陳家在能源領域一直走勢極佳，有了這100億資金的注入，陳家定會在短時間之內成為江州第5大家族。想我陳家這10幾年都順風順水，靠的是我們自己的努力，現在就是我們最好的機會。我還真不信他有這麼大的能力，能讓我們陳家完蛋。一定是來給我們道喜的。完了，陳總，我們完了。什麼完了？
說清楚。我們投資的能源領域突然爆雷，對方捲款跑路了，上邊正在追繳清算，我們的投資血本無歸了。血本無歸？医生，我爸怎么样了？暂时没什么大问题，但是情绪不能再大起大落了，否则真的会出问题。怎么会这样？我们在能源領域一直都很順利，怎麼今天突然就完了？奶奶，爺爺之死，還有地震的事，我陳氏現在正在爆雷，難道這一切不是巧合？難道上天真的要亡我們陳氏嗎？不會的，我不信，這只是巧合。爺爺和你奶奶的突然暴斃就是意外，投資也難免會有失敗。至於地震，難不成你們也認為他真的有這麼大的能力？爸，你看清楚，新聞播報說剛才江州沒有地震發生，你還覺得這一切都是巧合嗎？天若使其滅亡，必先使其瘋狂，你們就聽我一次吧。怎麼了？家裡不知道怎麼回事，接連有人病倒。有病你去找醫生，你找我幹什麼？爸，到現在你還冥頑不靈。我們陳家之前一帆風順，是因為爺爺跟雲小姐的協議。現在雲小姐跟我們陳氏一刀兩斷，所以這些抱怨才會接踵而至啊！爸，你難道要眼睜睜看着我們陳家完蛋嗎？你給我閉嘴！我說過，這些只是巧合。就算能源領域出了問題，又能怎麼樣？陳家的根基是房地產，只要房地產不倒，我陳家就不會死。我還真就不信，他一個狐狸精能有這麼大的本事，憑他一句話，就能讓我陳家完蛋。又怎麼了？我們的樓盤突然塌方，10人失蹤，100人受傷，他們跟我們陳氏取消了一切合作，我們陳氏完了。爸，怎麼會這樣？難道真的像那個狐妹子說的，死灰蕩飄，天道一氣，萬劫不復？哥，我們陳家是不是真的要完了？我說了無數次了，可是你們一次都不聽。兒子，蓉蓉，你們在嗎？爸，我在這兒。我也在。天怎麼一下子這麼黑了？你們為什麼不開燈啊？爸，你在說什麼？天是亮着的呀。胡說！我怎麼什麼都看不見？你們是不是騙我？我是不是瞎了？一定是你們騙我的。對，是你們騙我的。為什麼不開燈？為什麼不開燈？爸，剛才好好的，怎麼會突然就瞎了？一定是你們騙我，不可能，我不會瞎的。你們騙我，你們騙我，老公，我不會瞎的。我爸爸突然看不到了，你快來看看。你們沒開燈。我們離婚吧，我怕被你們陳家給拖累死，連雲小姐都敢得罪，你們陳氏真的是自尋死路。你們沒開燈，我不會瞎的。哥，我錯了，我知道錯了，我真的知道錯了，你快想想辦法啊！爸也知道錯了，爸知道錯了，報應，這都是我陳家的報應。別這樣。可是兒子，爸不能有事兒，陳家更不能有事兒。快去，你快去找雲小姐。只要雲小姐在，我陳家就還有希望。就當爸，就當爸求你了，爸求求你了，求你了。爸，你別這樣，我一定去，我知道了。啊，看看，這兒的每一幅畫都是花大價錢請回來的，怎麼樣？沒見過吧？
是没見過掛這麼多假畫在家裡的。假畫？嗯？假的？我告訴你，這裡每一件真品都是經過大師驗證的。你說它是假的，難不成你見過真的啊？這一幅，這是張大千先生親自畫的《千里江山圖》，你敢說它是假的？真的倒是真的，不過這不是他畫的最好的那個。你這話說的好像你見過他畫的最好的一樣。就在第8號當鋪裡，是他親自來找我典當的，說是為了什麼夜宴圖。你沒事吧？胡說八道！張大千先生親自典當。我看他走的时候，你沒出聲吧？够了！你給我閉嘴！云小姐，這邊請。還是先看看我兒子的情況吧。注意你的態度。我看他就是一個騙子，有什麼了不起的？你少說兩句吧。如果他真的能救重生，他就是我們家的恩人。但如果他救不了，在江家招摇撞騙，可是要付出代價的。少爺，少爺，重生，云小姐，快救救我兒子！重生！你們江氏最近有人結婚？云小姐真是神了，這都算得出來？這還用算？爸，我們結婚的事，整個江城人盡皆知，是個人都知道的事。再說了，他現在的情況跟我們結婚有關？爸，什麼年代了，這種屁話你也信？你可別上他當啊！結婚自然沒事，只是他做了不該做的事情。哼，那你倒說說，他做了什麼不該做的事兒？追本溯源，溯回。人生苦短，生死無常，諸君避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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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爺，前面辦喪事的跟我們撞了，真他媽晦氣，讓他們滾蛋！是，今天可是你姐出嫁的日子，耽誤了時辰，他們擔當得起嗎？重生，你去處理一下。好。自古紅白相遇，紅事必讓。今天該你們讓。你們知道結婚人是誰嗎？錯過時辰，擔得起嗎？今天不管是誰，都不能讓我娘的棺材落地。江少，今天是我姐大喜的日子，不想多动干戈。这卡裡有10萬塊錢，還請你們讓讓。按照規矩，是你們讓。媽的，少爺給你們好臉，你們不要！兄弟們，上！你們，去！哎呀！低手！重生，快上车，要不然錯過時辰了。云小姐，
你打算怎麼救重生啊？我們江家全部的希望可都在你身上了。你兒子充了煞氣，這一劫第8號當鋪能解，只是所需要的代價也非比尋常。能解就行，不管是我江家有的还是沒有的，只要雲小姐需要，我都能辦到。此劫若想解，關鍵就在你們2人身上。我們？你一會兒說重生現在的情況跟我們有關，一會兒又說能解的關鍵在我們身上。重生變成這個樣子，又不是我们害的。哎，你到底想說什麼呀？我看你啊，你就是胡說八道，你还想喷人。云小姐，你要去哪兒啊？既然你們不信我，那這一劫第8號當鋪解不了。信，肯定信啊！云小姐的神仙手段，我是親眼見過的呀，怎麼可能不信啊？云小姐，剛才我丈夫說話確實有些衝動了，我代他給你道歉。您大人不計小人過，算我求您了，你救救我弟弟，不管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我都會願意的。走，你讓他走。過來道歉。道歉。對不起。你看，此劫若想解，你們需隨我去一個地方。好。老爺，江州張氏王氏李氏登門拜訪，想見老爺。這江州4大豪門，他們每一家都是一方巨擎，在各個領域都是獨當一面的存在。他們這次登門拜訪，那豈不是有求於我們江氏？你真以為這幾隻老狐狸是來求我的？你覺得他們是為了我江家？他們完全是因為雲小姐才來的。他們有求於他？爸，你沒搞錯吧？搞錯個屁！雲逸小姐的神仙手段，我是親眼目睹的，絕不可能搞錯。這幾隻老狐狸反應倒是快啊！我剛把雲逸小姐請過來，他們就嗅着味道粘上來了。夫人，你馬上和雲小姐去處理重生的事情，務必要聽從雲小姐的一切安排。這幾個老狐狸，絕不能讓他們摻和進來。於小姐，我們去哪兒？備車。这茶打发要饭的吧？不知道幾位大駕光臨，招待不周。喲，趕緊去把我斟茶的好茶拿過來，招待幾位啊？茶就不必了，我們來可不是為了你們家那點茶葉的。李江濤也知道我們的目的是什麼。你們幾位來的目的，難道不是和我這個老朋友敘敘舊嗎？江濤，少給我們打馬虎眼，我們幾個是為了雲小姐來的。那陳家老太不尊重雲小姐，撕毀了當票，毀掉了他們的協議，而你趁機截胡，將雲小姐請了回來。第8號當鋪的事情傳得神乎其神，你們幾位真信啊？我反正不信。你真以為天下就你江濤一個精的？我們都是傻子。陳家在毀掉合作之後，天譴隨即而至，陳氏老太被當場劈死，陳家所有合作都被斷絕。據說陳氏的長子到現在還雙眼失明。江濤，今天咱們把話說明白了，你休想一個人獨占。你要是不讓雲小姐出來見我們，我們可就不走了。那可真是不巧了，雲小姐已經出門了呀。雲小姐出門了是吧？哼，那我們就在這兒等雲小姐回來。哈哈，我真就不走了。
我也不走了。那我也不走了。哎呀，你看看你们几位啊，江州的4大豪门的掌权人，这赖着我江氏不走了，跟小孩子一样，传出去不要名声了。名声管个屁用！要是能请来云小姐，我不要名声了。我李家也是，还有我张氏都一样。这已经1个多小时了，我们还得多久啊？我看他呀，不是来给重生治病的，他是来当祖宗的吧？你少说2句吧，没听到爸说吗？现在不能得罪云小姐。云小姐，我们还有多久到？到了。你他妈怎么开车的？前面车突然急刹车，我也没办法呀。还真仗着自己的身份为所欲为啊！来，妈，没事吧？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带我们折腾1个多小时，就是为了来这种地方？行，我倒要看看这有什么让我们折腾这么长时间。我倒要看看这究竟有什么让我们费这么大功夫来这兒。開門！怎麼是你啊？怎麼是你啊？江家人，你們來這裡幹什麼？這裡不歡迎你們。你認識我們？江州江氏，我娘的葬禮就是被你們給毀掉的。你們江家的每一張臉，我都記得清清楚楚。他們是來賠罪的。他們結婚衝撞了你娘的喪事，沾染了煞氣。現在江重生危在旦夕，就是要他們的諒解是吧？沒問題。你這樣，咱也別浪費時間了，說個數。我不要你的臭錢。姑娘，我知道這件事情是我們做的不對，你有什麼要求你儘管提，只要是我們能做到的，我們肯定努力做到。對啊，我求你了，救救我弟弟吧。好，那我就給你們這個機會。這是讓我們幹嘛？哎，等會兒我。帶我們來這兒幹嘛？真晦氣！我不要你們的錢，你們結婚，我祝你們新婚快樂。但咱江州的規矩，紅白相遇，紅是要讓路。你們衝撞了我娘的遺像，棺材落地，我要你們給我娘點香認錯。什麼？你讓我們給她認錯？不可能！那請你們出去吧。我上，我上。只要我的重生能夠好起來，別說是上香，就是跟你磕頭也是可以。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是我女兒和女婿新婚不懂事，不小心衝撞了你。我真心的向你道歉，並且願意重新出錢為你修葺宅邸。只要你能原諒我，只要能救我弟弟，我也願意。是我結婚不懂禮數，衝撞了您，我認錯。我希望能夠得到您的原諒，
不管你女兒有什麼樣的要求，只要我能做到，絕不拒絕。到你了。愣着干嘛呀？上香！快！你是怕江重生好了，江家的財產落不到你頭上嗎？胡說八道什麼？啊！快啊！你干什麼呢？你丟不丟人啊？別過來！別過來！別過來！那照片裡的動靜，你們看到沒有？什麼東西啊？你說什麼呢？難道剛才是我的幻覺？不，那麼逼真，不可能是幻覺。我知道了，是不是你們动的手脚？是不是？肯定是你们。文宇，你什麼意思啊？你是不是不想让重生好起来？媽，我不是那個意思，我其實……那你還愣着幹嘛？阿彌陀佛，菩薩保佑！阿彌陀佛，菩薩保佑！哼。現在你滿意了嗎？嗯。天地旋律，應變無停。驅邪復媚，吐穢除分，三魂元九，破無喪清，萬法尊無，煞氣散。少爺醒了，你在這照顧，我去請醫生。好。老爺，怎麼了？火急火燎的。少爺醒了。什麼？你愣着幹嘛？叫醫生去啊！好。保下來幾位，我還有急事，恕不奉陪。哎，不對呀，我記得你兒子不是感染了什麼冠病不清醒嗎？之前分析那麼多手段都沒查出原因。哎呀，沒時間跟你解釋。難道說這是雲小姐的手段？看看去。喂，什麼？什麼？爸，我到底是怎麼了？還有2位叔伯，你們怎麼也在這裡？你現在沒事，快！奇怪，這種情況真是見所未見。重生到底怎麼了？你別傻了，這你說話。少爺現在身體除了虛弱以外，和正常人沒有任何區別。你是說，我兒子痊癒了？爸，天佑我江家，我兒子終於好了。爸，沒事了，沒事了。你別愣着，去馬上告訴夫人，就說少爺好了，就說醫生檢查過了，一切都沒問題了。快去，快去！是。什麼？你是說咱兒子醒了，重生，一切恢復正常了？雲小姐，真的謝謝你了，要不是雲小姐，咱可真要白髮人送黑髮人了，我可真接受不了那樣的結果呀。是啊，雲小姐，謝謝你救了我弟弟。現在高興還太早，事情還沒完。雲小姐，還有什麼條件？
你有病吧？你疯了？干嘛呀？第一，除赵文宇、江雨柔外，江氏一族需斋戒3年，虔诚忏悔。第二，赵文宇、江雨柔需苦修5年，这5年不得动用江氏1分錢，不得跟江氏有任何關聯。第三，趙文宇、江雨柔每年需向第8號當鋪提供現金50萬。第四，江氏一族賠償李家800萬，並負責給李家立碑。云小姐，這賠償的事兒咱們好商量，可這立碑是不是有點太過分了？我和李家非親非故的，不太合適吧？這至於其他的條例，更是有些誇張。要麼云小姐還是通融通融。是啊，云小姐，你這不是為難我們嗎？要我說，他就是在招搖撞騙。先不说重生恢復健康跟他有沒有關係，醫生可都說了，現在一切都好，也就是說，他對我們沒有任何用處了。哎，剛才還想讓我們給你賠禮道歉，你怎麼想的？現在還想要要挾我？真當我們江氏是好欺負不成？我們是傻子嗎？別說了，你那些鬼套路，我們江氏不奉陪了。反正現在重生都已經好了，想要挾我們，沒門兒。趙文宇，你瘋了吧？媽，小柔，我们走，走了，走了。我知道他们不是什麼好人，你是好人，但還是上了他們的當。我上了他們的當。這些你收好，明日他們自然會求到你面前。重生，重生，你恢復正常了，太好了，可擔心死母親了。重生，你沒事真是太好了。重生，你沒事就好，我跟你姐都擔心壞了。云小姐呢？她怎麼不在這兒？她去哪兒了？說話！她怎麼不在這兒？去哪兒了？對呀，你啞巴了，趕緊說啊！我來解釋吧。云小姐沒跟我們一塊回來，我看她就是個騙子。重生恢復的時候，她還在幾十公里之外，難不成她在幾十公里之外就能知道重生的生死？你懂個屁！陳氏他們家是我親眼目睹所見，不可能有假。人已經走了，你也別這麼生氣啊。爸，這事你真怪不了文宇，要怪就怪云小姐提出來的要求實在是太過分了。先不說她讓我們全家齋戒贖罪，她還讓我跟文宇脫離江家。最過分的是，她竟然讓我們給別人家立碑，憑什麼呀？你們幹的都是什麼事兒？現在重生已經恢復正常了，咱們也不用他了。就讓這事兒過去吧。爸，我看那陳氏就是個大騙子。你，云小姐，陳氏陳明，求云小姐救救陳氏，要不然陳氏就真完了。原諒陳氏，再救陳氏一次，不然陳氏就真完了。陳氏怎麼來了？他陳氏不尊重云小姐，他還不聽勸告，撕毀了當票。陳氏現在遭了劫難，陳氏老太太撕毀當票，當場被雷劈死，產業也是一落千丈。聽說那陳東升現在已經雙目失明了。云小姐不在這兒，我幫不了你。那陳氏就真完了，求求江董幫幫我吧。當初的決定是你們陳氏自己定下的，在我看來，都是你們陳氏咎由自取。云小姐不在江氏，你們回去吧。撕毀當票，被雷劈了。你現在知道害怕了啊？你幹的都是什麼糊塗事兒啊？江氏被你害慘了。爸，陳氏之所以落到這步田地，是因為他們毀了之前的約定。我們又沒有立下約定，又怎麼可能會受到牽連呢？
儿，你怎么了？现在怎么会这样？都是你害的！你不是说双方没有约定吗？那重生怎么会痊愈？你这个废物，僵尸的机会被你毁了！爸，你别再打他了，就算把他打死了，现在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对，云小姐，去找云小姐。爸，跟我们一起去。如果云小姐要是不原谅你，你就给我滚出僵尸，一分钱你也混不到。走。这一次不能被他给抢先了。哥，怎么样了？你一定请来云小姐了，对不对？我们陈氏有救了，对不对？云小姐不在僵尸，我也没找到云小姐。怎么会这样？云小姐不是被僵尸请走了吗？怎么会不在？是不是僵尸把她藏起来了？对，一定是这样。难道上天真的要亡我们陈家吗？怎么会这样？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错得太彻底了，我不应该答应。儿子，你再去找找，一定能找到云小姐的。找？你现在让我怎么找？爸，我说的清清楚楚，要听爷爷的，你为什么不听？现在好了，爷爷一辈子的心血都没了，永远的霉运已经開始不斷了，你也開始應驗了。接下來，我們陳氏一起等死吧！怪我，都怪我，這一切都怪我，是我有眼無珠，訓斥了雲小姐，是我不應該縱容媽，苛刻的去對待雲小姐，一切都怪我呀！你們誰是劉剛家屬？剛才他意外發生車禍，急需家屬簽字。看吧，不只是陳氏，連跟陳氏有關聯的人都開始應驗了。你們現在相信了，可是晚了。你們現在相信了，可是晚了。第8號當鋪乃天地契約，一旦撕毀，將遭天道遺棄，萬劫不復。10年打水，一場皆空，你陳氏終將滅亡。你可想好？危言聳聽！你說我撕了你的話，我陳氏會出事。現在我陳氏我還好好的，我敢撕你的話，就敢撕這當票。代價，我倒要看看，能讓我陳氏付出什麼樣的代價。當票，對，只要我們找到當票，把它拼湊到一起，我們陳家就還有救，一定會有救的。爸，已經晚了。雲小姐的當票在落地之後就散發着金光消失了，已經不可能了。那怎麼辦？劉剛剛已經應驗了，爸爸眼睛看不見，頭髮也白了，那接下來是不是就輪到我們了？我不想死，哥，你快想想辦法。想辦法？事到如今，我怎麼想辦法？我一次又一次勸說的時候，你們是怎麼說的？現在知道錯了，後悔了，還有用嗎？怪我，一切都怪我，是我錯失了真神。是我一直逼着雲小姐承認自己是小三的身份。雲小姐是什麼樣的人物？怎麼可能會是爸的小三？我還一直認為雲小姐是貪圖我陳家的財產，要是沒有雲小姐，就沒有我陳家的今天。當票，對，第8號當鋪，快帶我去。我要親自給雲小姐磕頭賠罪，請求雲小姐的原諒，
再给我陈家一次机会，快带我去！哎，真累啊！是啊。第8号当铺，什么东西啊？傻呀，当铺肯定是当东西的吧？我知道，这什么年代了，谁来这种地方？嘿，哎，门口在那儿啊。今天晚上咱们去那儿安营扎寨，住一晚上再说。行，走。哎，这不是江州秦家吗？秦家，他们来这儿干什么？还有张家，那是王家吗？4大豪门齐聚于此，就为了这第8号当铺。江州张氏、李氏、秦氏，听说8号当铺之主能力通神，特来拜见8号当铺之主云小姐，请云小姐重收进当铺，给我等一个机会。一个小小的当铺，能让4大豪门齐聚于此？不，还没看到江氏呢。哎，你看啊，江州江氏也来了。这当铺的主人究竟是何方神圣？停车！停车！我告诉你，如果你得不到云小姐的原谅，你就给我滚出江氏！爸，这事也不能全怪文宇，谁知道那云小姐脾气那么大。再说了，你都花了100亿资产了，她这么做多少有点说不过去啊。对呀，你也別這麼生氣了。你還有臉說？我當初怎麼囑咐你的，讓你務必聽從雲小姐的安排，你是怎麼做的？你是不知道咱們兒子的處境嗎？你想讓重生死啊？重生要是有事的話，我也活不下去了。你還知道啊？爸，一會兒我們去道個歉就好了。我們江氏給他道歉，夠給他面子了。他就是故作清高，慣的。面子？你跟我聊面子？你知道雲小姐我是怎麼請過來的？100億！我花了100億的現金，我當眾給人家下跪才換來的這次機會，你面子有那麼大嗎？爸，這就是你的問題了，你就是太給他面子，給他慣的都不知道怎麼着好了，都擺譜了。爸，在第8號當鋪門口的人有點眼熟啊。什麼眼熟？那不是跟我們江氏齊名的江州4大豪門家主嗎？他們怎麼都跪在8號當鋪？那不是跟我江氏齊名的江州4大豪門家主嗎？他們怎麼都跪在第8號當鋪呢？這到底怎麼回事？那是因為第8號當鋪有逆天改命的機會，所以江州4大豪門才求到這兒。現在還沒看出來你豬腦子呀！我告訴你，如果雲小姐不原諒江氏，你就自己滾！爸，爸！看到你等誠心，這重開第8號當鋪的生意，就給予你們4人日行一善。日行一善？雲小姐，你不會再跟我開玩笑吧？日行一善，你兒雙腿自可康復，信不信你回去一試便知。多行善事，不失善財，這樣就夠了。雲小姐，就是這樣簡單的要求，難道不需要向你的8號當鋪支付什麼代價嗎？比如錢財？錢財本就是身外之物，又何須在乎？雲小姐，江氏之人惹怒雲小姐，對雲小姐不敬，還望雲小姐贖罪，再給孩子一次機會。給過你機會，是你江氏自己放棄的，有任何結果，也是你江氏咎由自取。都是你這個狗東西，你害了江氏。雲小姐，江氏對你不敬，我江濤願意一力承擔。您在救我兒一命，看在我兒年幼，願給他一次機會，救他一命。我也知道錯了，還請雲小姐出手。請雲小姐出手。
这老狐狸聰明了一輩子，卻還是作繭自負，把擺在面前的機會給浪費掉了。這種東西絕對不能出現任何差池。對，這當票現在可是等於我兒子的命啊！云小姐在這兒是吧？是我陳氏愧對云小姐的大恩大德，如今陳氏危在旦夕，還請云小姐能夠顧及舊情，給我陳氏一線生機。爸，不是這兒。爸，云小姐。本來得云小姐相助，她陳家本該一帆風順，平步青雲。可是她陳家之人真是有眼無珠，不知真神，親手把云小姐送走，如今落下這個下場，簡直是咎由自取。爸，不是這兒。爸，陈氏陈明，携父陈东升，妹陈蓉蓉，特带百年人参、天池山灵泉、昆仑灵玉，来向云小姐賠罪，还請云小姐不計前嫌，助我陳氏度過此劫。還請云小姐助我陳氏度過此劫。哥，怎麼沒聲音啊？為什麼沒有聲音啊？怎麼會這樣？云小姐，你聽到了嗎？我們都已經下跪賠罪了，你還不原諒我陳氏嗎？你究竟想怎樣？非要我們陳氏滅亡嗎？好，既然你不給我陳氏活的機會，那我就跟你拼了！爸！爸！你到底要我們怎麼樣？我們陳氏已經知道錯了，你還要我們怎麼樣？你陳氏不是知道現在錯，而是知道現在快死了，現在才着急，才慌張。就憑幾件禮物，再加上下個跪，就能這麼容易請到云小姐，那我們還何必如此大費周章？你閉嘴！你算什麼東西？不只是我們，你看那邊。江氏，江董，只是誤會，我是一時情急，沒有別的意思。你口中算什麼東西的四大家族，加上中州江氏，齊聚於此，就是為了請云小姐出手相助。你覺得一個簡單的下跪和你所謂的那些東西就能換來云小姐出手相助？那我們何必等到現在？4個人，每一個人出手都能在江州掀起一場風暴，就是為了讓這個狐妹子出手，這怎麼可能？是我錯了，是我陳氏錯得太徹底，一步錯，步步錯，都怪我，都怪我呀！是天要亡我陳氏。云小姐，你真的忍心看我們陳家滅亡嗎？人生跌宕，滄海浮生，機會擺在你陳氏面前，是你們陳氏親手毀掉的機會。現在一切都是你們陳氏咎由自取。我們第8號當鋪不會再做你陳氏的生意，只可惜陳令山的念想。我爸的念想，那是什麼樣的？我好像聽見我爸的聲音了。你陳氏毀了廟宇，導致地氣洩漏，沾染因果，你陳氏必將災禍不斷。陳氏之女將一生坎坷，而男丁則是無人能活過40歲。傳說只要找到第8號當鋪，所有的願望都能夠實現。我願意付出我的一切代價，求你幫我陳氏逆天改命。沾染因果，罪孽難消。這份因果不是你陳氏能夠承受得起的，需以身外之物做底，需你陳令山10年陽壽，外加10年期間陳氏的1半家產典當，方才能助你成事，除災免難。別說是10年陽壽，只要是我陳家恢復正常，就是要我這條命又何妨？煌煌天威，尊無敕令，契約立，典當成。
天門線。天道法则已成，你切记，若違背此事，你陈氏將万劫不復。每年时候到了，我自会去取你陈氏一半家產。陈氏必当遵从。10年时间太长，还請您出手，庇佑我陳家，不然我擔心他們撐不下去啊。地氣洩漏，因果滔天，尋常之物根本難以抵擋。將此畫掛在家中，可保你家人無恙。原來如此，是我和媽不聽勸阻，毀了陳氏，是我錯了，是我錯了，是我親手毀了陳氏。可憐之人必有其可恨之處啊！怪不得我陳氏本遭一場大劫，卻能化險為夷，還能一飛衝天。原來原因就在於此，是你們的爺爺付出的滔天的代價，才換來這第8號當鋪的當票。可是，是我親手毀了這一切，是我悔不該當初。當年爺爺能在當鋪門口長跪不起，跟雲小姐換來協議，我陳明今日也能。不求雲小姐能助我陳氏再現輝煌，但求雲小姐能保佑陳氏平安順遂。我願付出任何代價，包括我的命。哥，我知你心意已決，也知你的算盤。罷了罷了，我這第8號當鋪還缺一個掃地的，你可願意？你陳氏之後與富貴無緣，卻能健康平安，你可願意？多謝雲小姐成全。哥，你怎麼能屈尊當一個掃地的？這不是欺負人嗎？欺負人？你到現在還沒明白？雲小姐願意跟陳氏交易，是天大的好處。不是跟陳氏，而是跟你。從此以後，你不是陳氏之人，而是第8號當鋪的一個夥計，明白了嗎？我能看見了。多謝雲小姐，謝雲小姐保陳氏一脈。爸，妹，以後你就本本分分的，雖算不上大富大貴，但也能溫飽果腹；算不上富足，也能安安穩穩。哥，那你呢？以後我就是第8號當鋪的一個夥計，你們保重。你們還猶豫什麼？不知道這是天大的好處嗎？什麼天大的好處？你在說什麼？我哥可是給人打雜的。陳氏還真是不知好歹，第8號當鋪能力通神，能是一般的地方嗎？能在這裡打雜，連我們都求之不得。這是你們陳氏的一樁造化。是啊，他說的對，我們不要太影響你哥了。走。於小姐，我江氏願意付出一切，我江濤也可以成為夥計，只求您憐憫我江氏獨子，願意再給他一次機會，救他一命。于小姐怎麼說？雲小姐說，第8號當鋪做生意要憑當票，之前已經給過你們了。要想做這個生意救回你兒子，就把當票給拿回來。鬆口了，終於鬆口了。
重生有救了。大彪，大彪的，大彪的，大彪让我撕了。王八蛋！我江氏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置重生于死地？那我儿岂不是没救了？啊，重生还有救！老邱，你想想，陈氏他们当票是落地之后消失了，对不对？对。但是我们当票被文宇撕了之后，他没有消失，所以说只要我们找到当票，重生就有救。那还愣着干什么？去找当票！对。凑上去看热闹，忘了你家里的事了。云小姐手段堪比神仙，我都看着迷了，差点忘了正事了。我江州李氏，我王氏、钱氏、张氏，多谢云小姐出手相助。他让云小姐差遣，我等无敢不从。妈，你说我以后是不是站不起来了？你爸去找高人了，一定能让你站起来的。爸这些年找的高人，我见得多了，假的，都是假的。哎呀，有救了，这次真的有救了。当家的，你是说真的？什么时候能治好咱儿子？今天，就在今天。爸，都这个时候了，你就别拿我寻开心了。谁拿你寻开心了？你是说按这个就能好？当家的，你……爸，我不想跟你开玩笑。这就可以了。儿子，现在看看你的双腿有没有知觉？爸，你可就別跟我開玩笑了，這怎麼可能治好我的雙腿？我認命了，是你呀！你這個臭小子！張重山，你個老不死的，你想幹嘛？你想害死我兒子？老婆，我站起來了，爸媽，我站起來了，我真的站起來了。當家的，咱兒子真的站起來了。那當然是了，這可是我三跪九叩在雲小姐那裡換來的當票，有了雲小姐出手，你想不站起來都難。三跪九叩，爸，你一生要強，為了我就少給老子廢話。只要能得到雲小姐相幫，要我天天三跪九叩，我都認。對了，你稍作恢復一下，然後馬上去第8號當鋪當伙計，只要能夠攀上雲小姐的關係，前途無量。你是說我們兒子去當鋪當伙計？你以為這事就那麼容易嗎？其他幾家怕是已經行動起來了。兒子，聽到了吧？是。怎麼又是你？我家不歡迎你！等等，道歉。對不起，我為我上司的行為道歉。真的跟那個小姐說的一般無二？難道這一切都在她的預料之中？然後呢？我上次把雲小姐的當票撕掉之後，那些碎片還在嗎？那些東西我丟了。什麼？李姑娘，我知道那天的事情是我們做的不對，是我不該縱容她。你有什麼條件盡管提，我一定努力做到。求求你，看在我是一個母親的份上，告訴我那些當票在哪兒吧，我給你跪下了。進來吧。這就是你們要的。怎麼可能？真是好女婿啊！我當初沒死那麼碎，一定是你，你蓄意報復。再說廢話，你就給我出去跪着！你們到底要不要？不要的話，請你們出去。要！林姑娘，你看我們在這兒拼行嗎？
云小姐，现在3家的单子都回来了，就差江家的了。江家能不能成，要看他们的心够不够成。这张应该在这儿。这当票撕得这么碎，万一不是万一啊，咱们拼死拼活给他拼起来了，也救不回重生，那岂不是？你根本不知道云小姐那种神仙人物，她如果不给我们留半点机会，那当飘就会像当初陈氏一样消失不见。现在当飘既然在，那就说明云小姐给我们留了最后一线生机，快拼！爸，她即使有这个能力，非要让我们一块一块在这拼来消遣我们，我看她就是故意的。你少跟我说这些屁话！你愿意拼就拼，不愿意拼，你就给我滚出江家！重生是因为我的婚礼变成现在这样。要走你走，我不会走。好，拼！终于快拼好了，咱们儿子有救了。都累了吧？吃点饭再拼。谢谢李姑娘，我们马上就拼好了。等他真正拼好的时候，我们心里才踏實。对，快點！这怎麼少了一腳？怎麼會這樣？那有老鼠！你這怎麼回事？怎麼有老鼠？哎呀，廢什麼話！去把它拿來！這樣你還慘了！哎，跑哪兒去了？抓住他！抓住他！不行，妈最怕老鼠了，肯定抓不到。在这兒，找到了！快！都愣着幹什麼呀？快去關窗戶！孫飄真的被風吹走，那重生就真的沒救了。李小姐，你……說實話，那天之後我恨死你們了，是你們讓我娘走的也不安生。可是今天看到你們為了自己的親人拼盡全力的樣子，我心裡的恨意減少了很多。可是我們還沒完啊，先把你弟弟救活再說。謝謝啊。哎呀，哎，怎麼少一塊？可能是剛才被風刮走了吧。那就都去找。在哪兒啊？找到了嗎？
全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那一角啊。爸，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刚刚那阵风，把那一角给带跑了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风是往我们这边吹的，门是关着的，风怎么可能把那一角吹走？那他到底能去哪儿啊？可是我们都已经找遍了，就是没有缺失的那一角，这可怎么办呀？难道真的没办法了？这天真的要我玩吗？都怪媽媽不好，媽媽不該那天縱容他撕了這張當票，不然今天事情怎麼會發展成這個樣子？都是媽媽害的你呀！媽，你眼淚滴到當票上了。反正這個當票他也拼不上，滴上就滴上。什麼情況？哎，你看，當票缺失的一角在自動復原。女子本弱，為母則剛，憐你不易，給你最後一次機會。我兒有救了，我兒有救了！感謝袁小姐，多謝袁小姐不計前嫌，願意出手。將士死後，願聽袁小姐差遣，如有違背者，天誅地滅。這袁小姐本就是神仙中的人，我們所擁有的一切財富，在她眼中不過是彈指之間。好在重生有救了。爸，所有的事情皆因我而起，我和文宇願意按照當票上所寫的去做。經過這麼多的事情，我也想通了，就當我們去贖罪吧。爸，我也願意。辛苦你們，等當票之約結束，我一定讓你們風風光光重回江家。明日午時，第8號當鋪門口，帶我前去出手救治你兒。謝袁小姐。瞧一瞧，看一看啊，停一停，站一站啊！营養美味的早餐，5元錢一份兒。老闆，來份煎餅果子。好嘞，馬上好啊。哎，這不是陳氏的掌權人嗎？現在這是陳氏都沒有了，還哪來的什麼掌權人呢？來，老闆，你的早餐。下次再來啊。啊，爸，我咽不下這口氣。我陳氏以前好歹是富甲一方，錦衣玉食，怎麼現在吃成大米飯了？經歷的這些種種，爸現在很後悔，你明白嗎？只要我們能四肢健全的活着啊，我們還能靠自己的能力討口飯吃，這才是最大的幸福啊！我都淪為圈裡的笑柄了，我都沒臉見人了。唉，來，營養美味的早餐。那第8號當鋪憑什麼能定你的生死？你想要他一樣的神力，能主宰這一切嗎？你是誰？你在說什麼？原來他的神力都來自於第8號當鋪，在那裡有一個令牌，只要拿到那個令牌，就能當第8號當鋪的主人。哼，哥，你一定會幫我的，對吧？哎，你們怎麼都來了？哎，還不是我那老爹說什麼第8號當鋪救了我的命，讓我聽從第8號當鋪的差遣。巧了，一樣。我倒是要看看這第8號當鋪有什麼能耐，讓我們家老爺子都談之色變。哎，那不是江伯父嗎？連他都畢恭畢敬的，這當鋪的主人到底是何方神聖？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好。感謝雲小姐，願再給我一次機會，救小兒一命。我同他前去，你留在當鋪。是。我操，好漂亮，從來沒見過這麼極品的女人。好奇。
奇怪啊，年紀輕輕就能讓我們幾個老爹無比崇拜。其次，美是美，但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距離感。這種感覺就像是，人家是仙女，咱们是凡夫俗子。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恭请云小姐。哎，我打算过去瞧瞧。我也去，我也去，走。蓉蓉，你怎么来了？你跟爸最近怎么样？啊，我们一切都好，不知道哥你怎么样了？你跟云小姐这儿有没有受委屈？爸让我来看看你。我也一切都好，云小姐很照顾我，还跟着云小姐学了不少本事呢。走啊，咱们进去聊。你先等一下，我去给你沏茶。嗯。有了这个东西，他云逸就会丧失神力，陈氏一定会再度崛起。相比较以前，陈氏清贫了不少，但总归是身体健康。爸最近身体怎么样？哥，你现在安于现状当他的仆人，可陈氏不行。这种日子我受够了，我陈氏必须再度崛起。蓉蓉，云小姐，你来了，还是多亏你。江氏看我一个人无依无靠，认我做养女。什么时候一起吃个便饭？香儿，去吧。云小姐，雨柔跟文玉已经脱离了江家，现在开始赎罪了。当票约定已经执行。云小姐，重生这几日的状况不容乐观，开始做那些疯疯癫癫的行为了。快上去看看他吧。他近况如何？自从上次咱们从李湘家回来之后，短暂的是恢复了正常。可是自从文玉撕毁那张党票，他又开始变得疯疯癫癫了，就像是回光返照。云小姐，重生他可不能出事啊！放心，有我在。让云小姐见笑了。我儿子犯病的时候就是会这样，一时混乱，做出些奇怪的举动。又是你们！你们让我死后也不舒服，我要让你们江氏不得安宁！邪妄退！他们已于你家里，给你焚香認錯，你也該收手了。你算個什麼東西？我不！云小姐，我儿该怎麼辦呀？按照這個去布置，我要為他淨身驅邪。來人，一切按照云小姐的吩咐辦。是。
江总，一切就緒。好，你下去吧。是。云小姐，请。放开我！我要你们血债血偿，这是你们江氏应有的报应。所有人不得靠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老公，你快看看重生，他怎么这样？将军云小姐，现在还不是信任他的时候，只有度过此劫，重生才能真正的重生啊！天圆地方，律令九章，如今下笔，天地浮躁。你儿子身上的黑气消失了。老公，我就说重生一定会没事的。天地无极，乾坤借法，法由心生，生生不息。醒来！他是醒不过来了，因为他已经没有神力了。你是谁？你在胡说什么？云小姐怎么可能没有神力？他所仰仗的不过是第8号当铺，现在令牌在我手里，我才是第8号当铺的主人，他自然就没有神力了。你怎么会有这个令牌？那当然要感謝我哥了，他現在可是當鋪的伙計，我能有這個令牌，還多虧了他。雲小姐，我求求你，不要阻攔雲小姐好不好？讓她先救活我的兒子，我給你跪下了。不可以！憑什麼我們陳氏得罪他，要家破人亡，而你江氏卻可以得到一次機會？你公平嗎？你不公平，第8號當鋪之主你做不了，那就由我來做。公平？你也配跟我提公平？一次機會，我給過你陳氏又不止一次機會，是你陳氏自己把我說的話置若罔聞，不當回事，甚至撕毀契約，這一切都是你陳氏咎由自取，又何來怨得了別人？閉嘴！你給我閉嘴！我現在是第8號當鋪的主人，我現在要你給我跪下！你大可試試。不可能，這怎麼可能？不是說得到令牌就能當這第8號當鋪的主人，就能得到神力？這現在是怎麼回事？夜郎自大，你以為我的一切來源於第8號當鋪？你以為擁有了令牌就能夠凌駕於我之上？但你搞錯了一件事，我的神力並非來自第8號當鋪，第8號當鋪是因我而存在。我好像聽過，難道雲小姐就是古書上提及的上古長生者，與天同壽，日月同輝？不可能！如果這是真的，那你剛剛為什麼救不活他？誰說我救不活他？媽，我到底怎麼了？這是重生醒了，重生醒了。而你壞事做盡，不知悔改，簡直枉為人。枉為人？我承認你是有點本事，但說我枉為人，難不成你還能把我變成畜生？等了這麼多年，你的狐狸尾巴終於露出來了。我等願意終身侍奉雲小姐，還請雲小姐收下我們。